讲到咱台湾即马是自由民主的社会，不过过去有真侪限制，是咱现代人无法度体会。70多年前，头一批政治犯去放送到立岛关，有不少政治犯也因为安尼死，家庭来破碎。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举办立岛人权艺术季，以离散和监禁为主题，邀请国内外19位创作者用文学、影片、艺术品来回应立岛家家的过去和现处事。 一幕一幕闪过的画面，反映白色恐怖时期火烧岛种种的模样。立岛人权艺术季今年第3年举办，主题叫“假使立岛是一面镜”。主视角这张相片，就是人权甲艺术奋斗者欧阳文前辈在咧立岛关12年期间所翕的。苦难拢过去，因为阮爸爸迄当阵翕的相吼，伊拢头翕冒着生命危险拍摄50年代绿岛的风情民俗嘛吼。 6月18来去吼，好啊，把个故事讲互这少年听本，因少年哦，经过对历史无了解啦。70当前，杨国武就是头一批放送去立岛关爱的政治犯之一。今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离散甲监禁做主题，包括日本、印尼、香港国内外计共19组创作者，对立岛边缘的地理位置出发，拍片创艺术品，回应边缘政治下的人权议题。 台湾的社会原来有真侪小可无公平的所在吼，原来有一寡人权的议题，原来是存在啦吼。这个部分，阮希望讲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，甲今仔日来做一个对照。计共22件的作品含一系列的艺术工作坊，艺术季对5月中旬开始展，未展4个月，希望立岛成做一面镜，对照过去和现在人民的生命情景，以艺术做底底，再现70当前的历史。记者阿明真曾派文新北报道。